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甲妈廖景昨开始来回銮咯。经过婚林西的复兴宫，这个沿途欢迎的信众是有够多。因为今年袂当来软桥卡，所以庙方伫个病院门口的沿路来发放这个平安符。啊，有这个后生送着坐轮椅的妈妈来行愿，佮有民众摕着衫裤过新桥来祈求平安。 后生塞坐轮椅的妈妈伫咧抗地亚的庙埕头前，互大甲妈顶南宫的妈祖神桥弄过因的头壳顶，祈求平安。妈妈之前中风有跟妈祖许愿，然后希望她可以赶快好，还愿。信徒等啊等，就是为了这个时阵，大甲妈顶南宫文章来到婚林西里，文章队伍为8号起价，到港8暝现场，12号已经开始回銮，即马已经行到婚林西里复兴宫，沿路信徒真多，不过今年队伍 因为疫情关系，袂当要去学校，有幼稚园的囡仔伫咧大门口等待神桥，大声喊欢迎。囡仔真热情，到今年同款袂当弄桥，所以庙方为病院门口沿路发平安符啊。妈妈带当伫咧吊大堂的囡仔来参加文章活动，摕到平安符啊，实在真感动。好，囡仔看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妈祖符、妈祖加观音。好 ，OK， 好。 加油！希望囡仔会当更好起来，各信徒摕衫裤过新桥，祈求平安。小孩子的都那衫不一样，但是我想说让他就是穿平安。每年都会来这么做吗？对。大甲妈信徒沿路欢迎，啊，文章队伍预计16号中昼会行回来到台中，完成今年的文章活动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